咱来看碗池到家电哦，甚至是运动器材，其实拢有通租。环保署今仔日邀请16间出租平台的业者，呼吁民众讲，会当用租的来代替用买，还袂浪费。慢慢讲，对公部门的采购会当带头开始做。 环保餐具当时行杯仔回收，搁再利用餐具嘛是用租的代替买新的。这几档搁会当伫 A 店租 B 店平，不过敢唔惊民众嫌垃圾。像是说杯子我们设计成是白色的，就是让品管的人员可以去确保很确实的检查它是不是洗干净。然后再来是我们杯子都有一个独立的 ID， 我们是用会员的机制去管理消费者的借还。 各有业者提供家电、大型健身器材出租平台，总共有16间业者，以无同的商品推动饮食消费。这届嘛响应环保署杀循环采购指南，将以官方建立一套循环商业模式，让商品有一个设计参考，促进未来领导绿色消费的文化。 但是我们要让它的经济规模能够更为形成，所以我们会以政府机关来优先推动的方式来推动，让这个市场规模、商业模式能够去形成。 环保署讲，政府采购以后会对用租的代替买做起，先对机关学校开始进行循环消费，希望大大减少环境废弃物。记者连日快台北采报道。